欢迎收看《代志挂大条》，我是杨淑晴。台湾伫1921年成立文化协会，不少人认为文化协会是台湾文化发展甲政治启蒙的开始。当时各地拢有讲习会、读报社、舞台剧等等的文化活动。1927年，做派人士因为看资本主义的人士参劳工阶级哪行哪远，因就开始写新闻学，为劳工行出做派路线。国立台湾文学馆特别结合科技，彰显当时文化启蒙前辈的模样，用展览互大众了解100年前因替台湾文化所做的打拼。我是赖和，彰化人，伫咧市头尾开医生馆。我写汉诗，写新闻学的小说、散文和诗。伫咧台湾明报、文艺栏做主编时，鼓励大家写出当时时代正的状况。伫1920年代，迄个报纸顶头身具文学吵吵闹闹、关袂停的时期，台湾文化协会重要的成员赖和就捌讲过，语言只是一个工具，伊认为搭建各阶级话语的新文学，才是上适合大众的。所以赖和的提醒，遮弟兄都毋通家己讲家己介意的代志，还是重要的代志，你应该爱回头去看，你后壁的大众敢有对起来。规个展览就想要对即个物件来出发。我用一个迄种技术叫做深度伪装技术吼，就是听即摆演员因少年的讲的话、旧的相片吼，甲用电脑去甲算出来，甲咱即摆大众讲伊要甲大众讲的话安尼。同款是文协重要成员的工人运动领袖罗炳丁、民间文学家李宪忠、音乐创作者林时豪、画家陈定波、甲小说家杨奎，因为看见日本殖民时代阶级分化的情形严重，所以决心行出较左派的路线，用因的创作甲贴心了解百姓受剥削、侮辱甚至歧视的各种艰苦。这块1934年哥伦比亚公司发行的一粒红卵，就是罗炳丁的太太林时豪演唱，轻松的 jazz 曲风，除了透露传统女性无法度生的哀怨，也暗指对日本殖民统治的不满。叙述这个文化运动是会当帮助人民的生活做改变，敢讲是透过演讲，透过家己讲卫生、准时、科学，这物件咱就会当改变咱的生活。阮想要拍破一个物件，就是讲，虽然学历也是好的成绩，敢讲是上重要的代志。对土地有疼心，对宋乡人有同情心，对社会代志有关心，安尼的少年人，才是咱即马台湾所需要的气力。咱该了解讲，100当前，其实迄个时阵，咱大家伫奋斗是啥物？哦，因为应该含咱即摆差真济啊，阮有一个精神一直佮留落来。我感觉讲是讲，就是文明。佮自由，佮平等。1921年，文协成立到这时，对日本殖民、白色恐怖、改检到一动金，国立台湾文学馆希望以这6位先辈留落来的文学创作甲思想，甲伊包装像精辟的概念和现处时的咱对话，希望延续文化能量，也记录这一路行来的脚迹。记者阿敏真曾派文台南报道。今年全台湾各地有各种活动来庆祝文化协会100年。其实台湾的传统艺术、本土文化加白话字书写，早就伫文化协会成立进前就开始啊。尤其文化协会成立的时阵，林献堂带培会等人进一步向日本帝国议会请愿14届，开创日本时代台湾地方自治10年的历史。斗阵来回顾台湾这100年来。为传统文化、本土教育到民族自觉的重要启蒙。凉风也是歹运命哩。响亮的乐琴声，周定邦老师唱念的，正是1930年代台南运河奇案歌。看到海水波浪影，有人啊。
7日，这块歌改编对日治时期真实发生的事件。女主角陈金快甲男主角吴家基，伫迄个无法度自由恋爱的时代，受环境所逼，专挑运河殉情。这个念歌这项艺术，伫个1921年进前就有啊。以前无迄种录音的记录的物件嘛，所以无法度家记录啦吼。啊，毋过这歌册你著较上早，即马知影就是已经有200几档啊。其实早伫咧1921年，台湾文化协会成立进前，台湾就已经有文化艺术甲主题意识的启蒙啊。除了由百姓生活、台湾地理和历史作为卡本发展出来的歌册，1855年台湾府城教会公布的创刊簿，成做白话字运动的起头。到1889年，蔡培慧先生出世，后来伊开始推广白话字运动。1925年，伊写的10项关键，搁较成做台湾历史上第一本白话字的社论全书，对伊所看见的台湾人民的生活、族群文化，到新台湾和罗马字的关系，拢有写到。甲蒋渭水写的临床讲义，诊断台湾社会问题是知识的应用不良。蔡培慧注重社会教育，也互白话字行出教会。蔡培慧先生伊虽然真用心，嘛透过着文化协会咧推广即个白话字，总是咱知影，伫迄当时上侪会有超过20万人拢会当使用即个白话字。不过伫日本即个方面化国语推动下面迄个运动来讲，成效其实会当讲是失败的。殖民时期的本土文化和语言要定根，确实有影真恶做。另外一方面，文化协会成员包括林献堂等人是招待生，结合台日两边的台湾人，联署向日本帝国议会请愿。前后14年期间，向日本帝国议会提出15回请愿，提出要设置台湾议会，甲实施台湾地方自治的提案。到1935年开始，台湾有了地方自治10年的时间。经过这个台政民主方的这个风潮，美国总统伊推动这个民族自决的风气吼，所以日本的国会嘛感觉讲台湾袂当一直以这个特别行政区甲看待。应该实施内地严重主义，和这个日本的国内法适用在台湾。也那战后台湾第一批民意代表，有袂少拢是伫台湾实施市家总选举和州议员选举出身的，包括第一届台南市长叶丁家、刘青姐和杨道。即阵回头转来看台湾的民主、语言和文化底底，确实有影是前辈辛苦打拼100多冬的成果。记者民进曾派文台南报道。行政院伫今年3月通过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甲国立台湾文学馆组织法草案，将这2个馆升做3级机构。今年拄好是文协成立100年，2个馆拢办侪侪活动庆祝。透过镜头同齐来看，甲文协同一天成立的台湾文学馆。这18冬行来，对台湾本土文学的保存，甲后一阶段的目标。台南市中西区伊科啊，这栋红色厝遐100年历史的固定古迹，前身是日本时代的台南州厅，即卖的国立台湾文学馆。100年，伫咧今年10月17满18岁，嘛正式对4级机构升格做3级。那阮上届骄傲，就是讲，阮把典藏这部分做了真稳当。那阮即摆有11万件的产品哦，那这个产品拢是一寡捐赠者交付互阮的。迄是因为台湾哦有足侪时间是伫咧无自由书写的时间。那这个时间呢，嘛是尊一个文学的创作者呢，一直写吼，所以讲阮即摆是把这物件拢收甲真好。台文馆将在国内头一座国家级的文学博物馆，毋但有全国上先进的纸本保存技术，对金庸替阮流出版社写的头一篇书《蔡培慧白话字》，到有超过200年历史的歌册，计共11多万件的文学作品，拢有收藏。伊嘛算是目前国内收集上侪有关白话字的相关的史料，只是讲可惜咱一般人咧，也是讲咱受教育拢是用中文的思考模式，所以咱拢会误会讲台湾的文学拢是为
即个中国的五四运动以后才受影响，咱新的100党应该有脱hạn的思考，可能会互咱台湾的未来会走向更较好。讲起台湾文学正名的路，除了1921年文化协会启蒙，1982年一个美国洛杉矶的台湾知识分子柯达前发起台湾文学研究会，无意中建立台湾文学4字。1987年彭瑞金、李奎贤、詹贵海、陈万益等等的前辈吹杀台湾文学正名运动。1993年，台中 YMCA 和静宜大学创设台湾文化学院。到了1997年，真理大学创设全台湾头一间台湾文学系。2003年时，国立台湾文学馆成立，头一任的馆长陈邦定讲，也有一个100年强化台湾本土性是重点。咱是不得不受到中国性的这个笼罩，但是咱都爱真有气力，真有决心，要把这个台湾性要甲铺探出来。台湾性抑阁是上界重要的，这部分台湾文学馆抑阁有真大的空间，通搁再推展。陈邦定表示，升格了后，台湾馆除了爱有计划来做台湾本土文学各种语言的外译以外，伊4颗例啊爱有整体性的开发，也爱和台湾文学国家园区的概念有连结，才通行出更较开快的路。记者民警曾派文台南报道。为什么100党后搁要纪念伊？因为因较早呢，伫推销这个精神，包括讲言论的自由，大家的权利拢会当照顾到，啊，搁较早搁一寡文明啦，讲希望卖迷信，即个精神呢，其实到咱即摆拢开始伫个发酵。欢迎登来代志挂大条。今年台湾有真侪大代志，其中一项就是台湾文化协会100年。但是民众对文协的认捌有偌济？是安怎100年后，咱要纪念这个日子？今日来宾是国立台湾文学馆的馆长苏世彬，馆长欢迎。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年啊，咱这文协的活动会使讲是世界开花，像文学馆嘛有办一个100年精辟的展览，就是咧绍介这个台湾文化协会。但是文化协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款的组织？好，咱先来讲文化协会这其实伊是伫咧1921年成立，会开始有即个交想的是1920年的时阵，所以一当以来，伊搭全台湾遮较重要的包括讲地主啦，知识分子，搁一寡工运甲农运的人士大组织起来。所以1921年成立，伫咧10月17，台北的进修女中，迄个进修女子学校。2档了后呢，伊的总部刷对甲台南市，其实伊差不多存在伫咧10档的时间。毋过这10档以后呢，其实伊的精神佫直直留落去。所以讲，这就是咱为什么100档后佫要纪念伊，因为因较早呢，伫推销这个精神，包括讲言论的自由，大家的权利拢会当照顾到。搁较早搁一寡文明啦，讲希望卖迷信，即个精神呢，其实到咱即摆拢开始伫个发酵，所以咱纪念即个100档，其实是真有意义，因为也意思是讲，较早虽然做无到，毋过咱即摆因为伊的精神，互咱即摆会当做到，这个是咱台湾人的骄傲。伊算成立的时间无算久，10档尔，但是伊留来精神，馆长头才讲的是，足侪即马咱搁当咧拍拼，还是讲留落来，咱即马继续传承的。对，当然是。文化协会其实伊的推动啊，除了讲因伫港文站内底对即个文化思想有共款的想法以外，其实搁较望是划清大众即个思想的推动。所以迄当时有倒一寡艺文工作者咧用什么款的方式推广？对，咱主持人讲了真好，讲。因为咱一般对文化协会了解，就是拢会用一字叫做启蒙启蒙英文叫做 enlightened 意思是啥呢？蒙这个字呢，就是讲蒙昧就是讲去互一个物件砍掉的所以讲，那一般的台湾人唔知影代志所以需要把这个顶悬这个山呢，把背掉这个是启蒙的道理。咱若要讲这个启蒙就上界重要当然是蒋渭水蒋渭水伊伫咧1921年的12月佮写一场叫做临床讲义，意思就是讲伊把台湾当作病人，台湾当作病人了后呢，伊去
因为是医生嘛，伊讲诊断讲啊，这个是较早呢，伫咧清朝的时阵呢，迄头壳吼，迄个起歹去。啊，咱即摆呢，吼日本时代嘛无好偌济，所以咱个爱打医疗吼。那医疗要用什么方法？真简单，就是互伊大量的知识吼，啊个教育吼。所以讲，蒋渭水按即个认识吼，开始要来对这大众的，就是讲你即摆无甲我透懂，那我互你一寡知识，我讲互你听。所以讲。上介重要一寡活动就是讲习会吼，讲习会就是像咧上课，一边10几工安尼上一寡法律，上一寡迄落教育的思想。啊，过来呢就是我们叫做演讲会吼，文化演讲会，文化演讲会真重要，就是讲伊一边一场两三点钟。那伫台湾呢，真侪所在上介悬的记录啊，一档有差不多300场，所以讲。到我们咱算算了，差不多10几万人有参加过吼，这个运动真重要。啊，佫有就是讲，啊，我今日听无，我佫搬去互你看吼，这文化局吼。啊，毋过咱会当看到讲，这个时间呢吼，主要也是讲这知识分子去讲互遐个老百姓来听吼，所以讲，咱即摆会当了解讲，文化协会这个运动真重要的是。伊是文化的运动，吼，伊毋是政治的运动，因为政治的运动是一个目标，讲要希望讲会当谈议会，会当有一寡席次吼，所以讲咱会当爱达文化协会牵另外一个叫做议会请愿运动吼，议会请愿运动，大家好开。那请愿运动呢，这是一个政治的活动。蒋渭水迄阵是认定台湾是文化营养不足的。伊叫做低能儿。低能儿。世界文化。讲甲遮直接就对。对，因为咱无了解别个世界佫有啥物款的好物件吼，啊，主要就是民主、自由、平等这基本的观念啦。台湾人拢无嘛。除了这种活动的推广以外，其实报纸文章嘛是真重要一个管道嘛。对。所以当初蔡培慧伊捌发表一个文章，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因为文化协会伊是家己办报纸，那办的报纸一开始是伫日本办吼，咱叫做台湾青年、台湾，过来个台湾民报吼，大家上介了解就是台湾民报。啊，台湾民报伫咧台湾，伫咧到尾是落尾是按东京刷倒来伫咧台北伫印吼，所以迄个时阵真正是一个叫做台湾人的报纸。啊。咱即摆来讲，即个台湾人是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即字呢，其实上早是毋是台湾人在讲的，是日本人吼。日本因为大正民主的时代吼，差不多1910年代，伊其实对一寡平等吼，即个概念是真有的。所以一寡日本的学者就开始甲咱讲，台湾除了是日本帝国的台湾以外，嘛是台湾人的台湾。咱敢会使解脱讲，迄个时阵开始建立台湾即个观念的出现。当然是吼，因为咱会当看到因的台湾民报，即个报纸顶悬的吼，开始讲，我一定要来做台湾人的喉舌吼，迄个后子吼，即个概念。伊嘛虽然讲看报纸的人无偌济啦，因为民报发行量差不多1万份。啊，你讲摕互大家安尼看了，一个报纸一期嘛差不多5-6万人伫看。啊，毋过因的迄气势真有够，讲顶悬讲360万的父老乡子，即逐个呢应该有一个概念，所以因较早是讲当做讲规台湾拢是在应该来看即个报纸，就是讲咱规个台湾其实是一个土地吼，咱即个土地应该有家己的声音。短短10当做遮侪代志。做遮侪代志，毋过咱嘛讲历史吼，互咱一寡真侪考验啦吼，因为文化协会其实毋是讲一个真团结的组织，因为是安那呢？一开始呢是一寡银行业的学生开始筹备，而且呢过来就一寡工运就是像连文清迄伫咧受到社会主义的影响因开始认为讲台湾一寡阶级的问题应该来处理，过来一寡有钱人爱赞助，这是地主像办迄个武方的林家叫地主，所以讲这3种人斗阵做伙，到底讲要安怎把这个文化协会来杀出去这个大家意见真侪。馆长头头有讲到讲，其实即个文化协会组成内底有3个无共方面的人，想要个别来努力，所以迄当时就是1927年嘛出现过分裂，即个分裂的一个过程是安怎？分裂就是安尼吼，讲咱即摆讲叫做倒左派跟右派，左派其实就是注重阶级的问题啦，因为台湾一寡迄落种甘蔗吼，这农人吼。伊的利用呢，受到真大影响，大家应该拢听过吼。就第一讲种甘蔗啊，火车崩吼，就是讲因迄个时阵呢，
迄个待遇真正是真无好。所以讲有迄个受林文清即个社会主义的，伊个希望讲，规个文化协会运动会当解决即个阶级的问题。毋过另外一派呢，就是讲希望讲会当互文明先行，大家规整体的台湾人拢莫迷信那莫讲毋知影讲家己的权益。了解讲现代社会应该是啥物款，应该做安尼所以这边呢到尾选书嘛所以应该规个都出来离开。那主要就是蒋渭水跟蔡培慧，因出来组织一个叫做台湾民众党这样的组织。民众党这个组织呢，咱即摆定位是右派，其实就是咱讲文明派。另外迄边是阶级派。其实内外风波一直拢有，像最近大家会开始讨论，就是讲当初禁止讲像歌戏，还是讲迷信这种的，观众安怎来看这种禁令啊？因为这个是1920年代一寡较特殊的现象啦。因为咱即摆来讲歌戏蒋渭水这反对的就是蒋渭水，台湾民众党的党纲啦党纲顶外就是讲个要求讲禁止迷信，禁止歌仔戏，因为咱了解讲歌戏咱即摆看歌戏的剧情拢袂歹，毋过上届日本时代迄个时阵的歌戏，其实是按咱装脚安尼起来，所以拢一寡笑亏，拢一寡伫个咱即摆讲的一寡黄色笑话。所以讲你讲民间的知识分子看到这个歌戏即个内容，伊当然是无法度接受。意思就是讲，你日本政府呢，若放即个歌戏安尼无咧管。就是伫个渔民因顶完是讲渔民的政策比如老百姓呢，啥物概念佫拢无，敢若伫遐逐日笑亏，笑了伫遐查囡仔安尼讲生情，安尼就过一日。所以讲伊希望会当禁止。要推崇的是啥物呢？叫做神剧。神剧就是讲咱的知识拢有啊。我教你讲呢，咱的现代的社会应该是安怎？一寡人呢应该是安怎过生活？其实即摆来检讨就看老百姓有一寡无法度互因接受啦。这拢是咱讲即个同温层同温层的现象，甲民众伊安怎对会着，这其实爱真努力啦。迄个时阵有影理想较悬，毋过即个骹手呢较无遐迄个温柔所以讲会当较注意的，就是1930年代。因为头拄仔你讲文化协会到1931年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其实拢互总督府搭禁止。不过过3冬了后呢，一个真新式的组织叫做台湾文艺联盟台湾文艺联盟，这个组织成立就是张生切，伊开始大家画图的美术，大家唱歌的音乐大家一寡会当做电影的、做戏剧的拢搭牵做伙所以这个文艺联盟我感觉真重要，因为伊开始呢，就毋是讲要讲互老百姓听为要紧，伊开始咧创作。那创作呢，你小选呢要创作，你就爱去找老百姓的题材，个民间的文学，像迄李宪章呢，去内面呢，迄老百姓内面听因咧唱啥物歌，大家咧记录起来，佫是咱讲的民众的智慧。你讲较早呢，会感觉讲知识分子有智慧，民众无智慧，即摆到30年代几啊转过来。民众的智慧，咱个要收起来，所以林世豪的流行歌，个摇滚的迄个新剧，拢到即个时阵30年代有真侪的发展。嘛是因为1920年代咱的文化协会打出头一步了后，30年代有出现无共款的变化。安尼咱一直到咱100年后的即阵，佫有啥物款的精神延续咧？咱即摆因为咱台湾人的命运算讲较奇怪啦因为咱到又头拄仔讲这，你讲这文艺联盟遮尔好，遮尔发达，那是安怎无继续落去？个战争嘛，所以过来个皇民化运动开始以后，这个战争伫台湾安尼，咱虽然是战场啦，毋过其实拢受到影响，个无法度个会当自由来创作，所以讲过来就是1945年个战争结束了后，台湾人本来日本人必须。一枚变做中华民国所以过来就是咱了解的白色恐怖。那白色恐怖呢，你嘛无法度自由自在伫个创作这个艺术作品啦因为你要写文章，你该用检查，你要画图，你嘛爱看你顶悬画的是啥物音乐你嘛袂当讲台湾意识较强的会用禁止，所以讲差不多有几60冬，逐个艺术家拢伫遐闪，伫遐用迄
用迄咱叫做买彩蛋的方式吼，伫遐。唔敢伤直接啊。假无意讲我咧写这，其实是我咧表达这吼，所以其实这个心情真辛苦。所以讲咱讲台湾人会当用为家己来表达咱的思想，这其实无花去，就是讲用一个较艰苦的方法继续咧做。到北控年代，咱就会当看到吼，个乡土文学论战，会规个拢蹦起来了。台湾人其实用真侪方法伫创作这个艺术啦。你伫到即马，咱其实民主的路，咱嘛是也继续来行着对。对，因为政治有当时啊真高压嘛，这高压以下，你讲什么款的物件，较袂去用随来去关。其实艺术、文学，这是真重要。所以讲真侪意识呢，就是伫咧这文学艺术中安尼传出来。这个是文化协会，互咱来真重要的遗产。是，今日嘛非常感谢馆长来甲咱讨论这么济100年前台湾文化启蒙运动，感谢馆长。多谢各位观众。嘛，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咱后礼拜再会。然后这个基站的训练站，伊每年都固定有经费啊，咱就有法度用这个经费来训练这个囡仔，互这个囡仔装备啊。也毋讲专注就这啦，无可能比如台中设一个中心嘛，那台北的选手可能说哦好累，我要跑到台中去，高雄也是一样啊。当然这样子有比较不大可能啊。